大家好，我係新界區域嘅全職工 Henry。為咗慶祝教會25週年，同埋為咗鼓勵弟兄姊妹鍛鍊身體，喺嚟緊嘅11月25號，我哋將會嚟到呢度白石角海濱長廊舉行我哋教會歷史性第一次5公里、10公里嘅主日崇拜。今次嘅活動分為10公里同埋5公里嘅組別。10公里起跑嘅時間將會喺上晝嘅8點鐘。而5公里起跑嘅時間就會喺上晝嘅10點鐘。今次嘅活動係歡迎香港基督教會所有嘅弟兄姊妹參加。報名嘅方法可以經過我哋教會嘅網頁或者登上以下嘅網址就可以報名啦。報名嘅日期就由即日去到10月25號。今次嘅活動目標係有800個弟兄姊妹可以參加。由於場地有人數嘅限制，所以大會會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嚟決定參賽嘅資格。至於成功參加者嘅名單，將會喺11月初透過各個嘅教區喺家庭聚會裏邊嘅公佈。成功參加嘅弟兄姊妹，大會會收取50蚊嘅報名費用，而佢哋亦都會獲贈今次特別設計嘅大中華跑步隊紀念 T 恤一件。弟兄姊妹，今次嘅活動係教會一大盛事，大家千祈唔好錯過。11月25號，我哋喺度再見。